你以為馬斯克是個單打獨鬥的天才？傳記裏那些孤膽英雄的故事，可能騙了所有人。紅杉資本合夥人喬恩馬奎爾最近出一個震撼觀點：伊隆馬斯克本質上不是一個人，而是一個名為埃隆集體的幽靈組織。如果你還把他看成一個單純的 CEO，你連他的邊都沒摸到。這台馬斯克機器是怎麼運行的？他選人從不看學歷，他只看你的底層認知代碼。他用物理題轟炸面試者，看的是你能不能用第一性原理思緒問題。這就是一加20的秘密。那20個核心成員不需要指令，因為他們的思維已經跟馬斯克完成全方位的認知對齊。他們不是在上班，他們是在跟住馬斯克一起看接歷史。為什麼這種系統思維對你的孩子至關重要？因為世界變了，我們正從知識稀缺進入認知稀缺的時代。以前讀大學是為了打破知識壟斷，今天是讓知識變得近乎免費。真正拉開差距的，不再是誰知道得多，而是誰的系統能驅動 AI 去解決問題。那麼，普通孩子如何安裝這套系統？我把它拆解為3個核心能力：一、拆解力，把複雜問題拆成最基礎的物理規律；二、建構力，把碎片知識組織成能解決問題的模型；三、驅動力，懂得如何調度 AI，讓技術成為你的手腳。學習不再是收集知識，而是建立模型，並不斷升級它。為什麼我們看不懂馬斯克？因為大眾活在線性思維裏，而馬斯克活在指數型現實裏。他在漫長的審默和失敗中不斷建造。一旦突破臨界點，曲線會垂直向上。與其讓孩子在線性的賽道上捲體力，不如幫他建立一套能自我升級的指數型認知系統。最頂級的創新從來不是技術的勝利，而是認知系統的競賽。馬斯克給了世界一根足夠長的繩子，沿住它可以爬上神壇，也可能被他勒得窒息。AI 時代，你不是在為孩子找一份工作，而是在為他安裝一套認知操作系統。這套系統，你準備好幫他安裝了嗎？